来看台东县正出名的下雪山影，目前农民是套地啊哦，也毋过旧年两个风台，甲今年清明开花的时，天气无介稳定，所以目前哦，调果率是无到5成，农民的损失嘛是真歹算。下雪山影园这个时阵，果子树应该是拢满白色落架的果子，毋过这个一分地大的果子园拢无到100粒。农民讲，过去一丛果子树就会当弄100粒左右的下雪山影，毋过今年煞大减少，而且就算有结果嘛，无一定是好的，毋敢弄落架。今年种下雪的农民拢会有损失。我总共种了1甲多，大概1甲1、1甲2，总共才包5000。不到5000个，能卖到1颗100块也没多少钱啊。台东农改场表示，去年两个风台甲下雪山影的树尾吹叛去，今年清明进前的开花期，佮拄到湿湿、向寒、向热的天气，结果率就较低。它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要有成熟的枝条。那当它那个9月、10月枝条被打断之后，重新再长的新梢，所以它枝梢不够成熟，所以就会影响到它开花。台东县大约有200公顷的下雪山影果子园，下雪山影的果子肉又佮高又佮芳甜，互人讲是山影界真好的品种，1公斤卖到300块，过去佮有外销。毋过农民讲今年整体产量无到5成，虽然已经有订单，毋过可能会大欠货，可能国内拢无够卖。毋过农民伫旧年风灾已经申请过1分地1万块的补助，今年未佮有补助，敢若会当期待明年的生产期未佮受到气候影响，互亏损会使拍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